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有病，好有病，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家叔。台湾有一句俗语讲：江湖一点决，讲破无价值。各行各业要伫社会上走跳转正，总是要有一寡别人唔知的撇步。才有才调保持一定的竞争力，甲人比拼，自古到今拢相像。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咱要来讲一段关系翕相师傅的恋爱故。这个翕相师是用什么撇步，和初见面的千金小姐来杀掉嘞？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收听陈明仁的残装浪漫技术翕相师傅。阮姨仔来台北，摕一张骨架反黄的相片互我看。一个生做碰皮、好笑神、真古锥的查甫囡仔，坐伫一辆有半圆屏的德米亚的椅仔内，边仔徛一个青春的水姑娘。相片当然是乌白，毋过迄个姑娘的嘴唇阁有胭脂点甲红记记。你敢知影？相片内面的人是谁？毋知呢，迄谁？迄个点胭脂的美女就是我。哦，边仔即个看起来真得人疼的红衣仔，毋就是我？是啊，你看，你细汉甲即马差遐济。有影是世事多变化，是虾米环境，互一个碰皮好笑神的幼囝？变做三比八油头革面的中年人，45年的青春，阮姨仔要甲相讨。相片内底胭脂，敢是你家己爱水点起嚟的？当然啦，翕相迄天我有点胭脂，翕出来相片毋则有胭脂。阮姨仔无受过教育，真好甲伊解说。黑白甲彩色相片的代志，毋过我想到迄胭脂应该是翕相师傅相片洗了才点起嚟的。阮有一个阿叔伫戏园做辩士，迄是阮舅公传予伊的功夫。伊捌带一个朋友来阮兜过暝，迄个人客就是一个专门咧甲人翕相的师傅。吼，你翕相的家私头仔袂少呢。我迄时还未入国民学校，对师傅炸来2箱仔家私真有趣味。伫日头骹看伊一项一项摕出来切，我问伊各种即阵想来真含的问题，亲像翕相要创啥？翕相甲照镜有啥物无共款？
敢着用箧制家私才会当翕？是要安怎翕？这款问题问袂了，咸菜是伫阮兜做人客，伊拢真认真甲我解说。翕相是为着要甲珍贵的记忆永远保留落来。镜内面的人是我的，相片内面的人甲点去的时钟同款，永远停伫迄个时间。详细我无啥会记住，敢若会记住伊讲。总讲一句，翕相就是要甲人对物件的记忆保存伫纸面顶。到这时，我要真钦服伊遮好的应话。尾啊，伊讲，明仔载过几钟有人要请我去翕相，你若有趣味，会当对我来，兼做我的助手。我有趣味，我要对你去。哈哈，安尼好，我会买一支机仔鞭互你，准做你的工钱。赞啦！要去准了的路里，我替伊派一骹，讲是在看镜头的细骹箱仔。伊骑铁马，我坐后斗行李架，沿路拢有树仔、鸟仔啾啾叫。夏天风正轻松，双人坐准备游工。翕相师傅哪踏铁马，哪哭丝仔，也是唱歌，曲调我拢真熟悉。毋过迄时我还毋捌歌名。倒一项，敢也有别项，目文笑，目睭红，水地日头珠珠红。为完成到准了啊，量机约啊是行40分钟久。经过差不多半点钟，有一粒轮啊，边啊一丛老青啊，树骹有一间土地公庙啊。一只牛，互人绑伫遐，袂得自由去食草，连乌鹫嘛欺负伊，伫伊的脚趾边唱歌放屎。咱踮这个所在小休一下。师傅甲铁马插起来，跟做翕相机要翕。我问讲，也无半个人，你要翕啥？无人摕钱请你翕这啦。师傅哪翕哪笑笑啊应讲，是我家己请我翕的。你看画面这么水，无甲这款记忆留落来，敢毋是真拍爽？我伫庄脚馆时，这款看真济啊，也无感觉有啥水。这时阵想起来，迄个翕相师傅是多气爽。迄天是准了的头人，人称呼做婚仔社的吴魂，请伊去翕相的。伊的细汉后生伫日本读医学，转来佚佗，佮带一个日本姑娘仔做伴，讲是伊的未婚妻。婚仔社要翕几张相做纪念，甚至做家庭仪仗。台湾庄脚差不多拢会有一户较好行的厝体。阮庄是做镇民代表迄口走，准了的婚仔社，毋但厝体有墙围啊，厝阁是西洋式的贴楼啊，迄是我头摆看到楼仔厝，红砖啊配黄叶厝顶，伫翠青的墙栏内，看起来奇怪奇怪。毋过，若翕相应该有特别的气味才对。婚仔社坐伫厝前树仔骹泡茶等愿，应该讲是等翕相师傅。头家，翕相师傅来啊！是，请坐，请坐。这个是恁后生哦。我袂晓应，咪喙笑，
师傅真正式甲应讲，伊毋是我的后生，伊是我的助手。伊是你的助手，失敬。明啊，紧去吩咐厝内的人捧茶出来。是。云仔城紧叫厝内人捧茶请愿，佮特别摕日本糖仔饼互我食。包饼的玻璃纸有够水，我甲迄几张玻璃纸保存足久，佮试过去电报，互囡仔伴看。来，请用茶。多谢多谢。伊是我第二新妇啦。哦。伊有医生牌哦，毋过厝里无欠伊斗趁钱，就无互伊去病院上班啦。云仔城有3个后生，头2个拢咧做医生，伫附近的园林开医生馆。细汉后生还未出业，佮有一个查某囝，伊就无讲咧创啥。来哦，翕相师傅准备好势啊！大家来会堂会合。哦，行，过来。规家伙仔有12个人，老的甲少年的3对翁某，细汉后生查某囝，佮迄个穿洋装的日本姑娘，9岁大人3个囡仔，一男一女是大汉的生的，另外迄个当然就是捧茶迄个新妇的囝。莫叮当，要翕哦，笑一个来 ，1 2 3，真水，来，搁一张哦，看我遮。伫厝边的花园，因翕真侪相片。翕相师傅真厉害，啥人无看镜头，也是偷装乱去，伊拢知。叫我甲伊斗通知因正好。我嘛真无闲，3个囡仔都咧无一个适应啊。个连细汉查某囝嘛真搞怪，我叫伊徛到入来，伊煞吐字，结几下面互我看。我若摆翕相师傅讲笑话，人逐个笑。等要翕落啊，查某囡仔佮吐嘴，乌白叮当。云仔城甲伊笑啊骂讲：莲弟啊，你嘛较定着咧，安尼人要安怎翕？迄个姑娘敢若毋惊半人，共款无男无女，大概是娇惯势啊。不要紧，来，搁一摆，准备哦。麻烦头前这位小姐，身躯徛好正，才会得人疼。师个，阮遮小姐3、4个，当你是咧讲倒一个？当然嘛是咱准寮啊上古水迄个。来哦 ，1 2 3。师傅嘛真熬，拢会抓时间翕，每买2点真久，也是翕10外组相片。翻头要转来，搁来到路那边大青仔骹，牛无伫遐，师傅搁甲铁马踩起来。你要搁翕啥？徛了忝，小休一下。咱嘛才徛10分钟久尔，安尼就忝。我拄咧疑问，倒一阵铁马扬仔声咧响，一台红的铁马仔换来。徛的人是迄个真皮的姑娘啊，莲弟。伊甲我招呼讲：上有班的助手先生。我毋捌甲即款姑娘接触过，毋知要安怎应话。师傅看我共伫遐，摕1箍银互我。山仑过过有一间柑仔店，遐有咧卖起仔冰，你家己去买好无？行路应该1-20分钟久就会到。哈，我家己一个人行路去哦。我一个细汉囡仔毋捌出门，小看淡淡。要无，我的铁马叫你徛。我煞歹势，迄阵我还未晓骑铁马咧。无好啦，我载你去买啦。尾啊，师傅要是载我去买。
连伫骑只熊伫头前带路的款式，一穿灯火的裙，骑红铁马，伫青青的葱花路，真水。这敢毋是嘛是一百会当保存的水光景？师傅敢若无注意到，也无要翕相。喂，我要好啊！阮还未骑到位，连伫就要机仔兵骑倒转来啊！吼吼，你骹手真美哦！咱来去树仔骹食。伊要做坐机，用蚵仔叶包咧。阮阁登去迄间土地公庙的树仔骹食，因两个各讲话，我厝食，也无咧听因讲啥物。我食3支饼了，才感觉因两个敢若有口角，讲话声哨无遐好。谁叫你毋开喙？遐尼侪人伫遐，我是要安怎开喙？我想讲无我的代志。再来，我食的鸡仔饼拢无红豆，即款的一支爱5角银，我要哪会买会倒？尾啊，翕相师傅讲，伊要转去家己的厝，连伫会载我转去阮兜，拜托我甲厝里的人说多声，目眶红红就走啊。连弟无随载我转，伫树仔骹讲因的代志，互我听。大概伊生本正就爱讲话互人听，也无计较我一个高囡仔，毋知听有也无。凡事就是想讲，我毋捌世事，才讲来互家己透心气的。我是伫一个同学因兜翕相时去熟悉到即个师傅，迄阵我感觉。这个人咧翕相的时会讲笑话，定就是真心实的人，想要甲伊做朋友。阮有约去看电影、评果色、食茶店，毋过几摆了后，我煞无感觉迄个师傅有啥心色。我捌甲伊问过，奇怪，你要甲人翕相的时遐尼趣味，普通时哪会拢袂讲笑？我学师仔时，阮师傅有教阮一寡笑话，讲着爱安尼翕相才有笑面，翕出来相较好看。我家己也袂晓讲啥物笑话啊。就是安尼，我对伊的感觉煞无去，毋过也是甲当作朋友看待。翕相师傅一直爱连弟介意，高甜。甜袂煞，连弟毋则甲伊讲：你若好胆，来阮兜甲阮阿爸讲亲情。就是安尼，连弟趁因细汉阿兄为日本转来，鼓吹阿爸翕相做纪念，互伊一个机会通开喙讲亲情。结局师傅要是毋敢讲，我拄则要求伊后摆若无啥代志，毋通过来。朋友原在，婚姻莫讲。迄天我鸡仔饼一困食7支，转去腹肚疼，几若工拢袂食饭。阮姨啊甲我骂，毋过我无后悔。一摆食7支爱开5角才要有的鸡仔饼。一世人毋知还阁有机会无？而且我裤袋仔内揜着1箍银，才想到迄是翕相师傅袂记即甲我套转去的。嘿嘿，我有1箍呢。一緒
今仔日的广播剧《翕相三夫》是由陈明仁原作，罗江书编剧，夏玉华台语校正，上阳唱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翕相三夫吴兆祥演出，阿仁苏信武演出，连弟郑义佳演出，婚阿社林依婷演出，新妇黄一林演出，伊仔吴素仪演出。大汉的阿仁，也阁有长工王家仁演出。暖暖站门口。今仔日要来甲名人先生开讲的读册盘是咱闹台语随书的台语社陈明仁台语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阿关、威良、丹路，也阁有慧玲。首先，咱来听这4位读册盘分享因读这篇故事的感想。大家平安，我是闹台语随书台语社的主持人阿关。这篇。我的感想想要讲一个部分，就是讲写诗来表达心情的这个部分。内底有一趴我这介意的，伊讲一只牛，互人绑伫遐，袂得自由去食草，然后手嘛欺负伊，伫伊的脚脚边唱歌放屎。我感觉这趴是咧讲迄个翕相师傅伊的心情，就是伊感觉伊要了伊意爱的查某囡仔爱伊。毋过人无爱嫁伊，所以就有即个心境出来安尼。过来，翕相师傅伊甲迄个作者讲吼，迄个囡仔讲，这个画面遮尔啊水吼，无代即个记伫留落来吼，安尼真拍算。毋过落尾啊，阁有另外一个画面吼，就是讲，连伫骑只熊吼，伫头前带路的款式，伊穿长花仔裙，骑红皮马。伫青青的参花路真水作者伊就想讲这毋是吧？真水的一个画面啥怎翕相师傅无爱甲伊留落来咧？伊无停落来翕相我是感觉这绝对毋是因为讲因咧骑车袂当翕相，还是讲翕相师傅伊无爱翕，迄是一个心境的转变，就是讲因为后来伊就是无即个勇气去甲。伊甲伊个查某囡仔诶老爸去讲亲情，所以伊知影讲，伊无胆去争取伊家己诶幸福吼，所以伊就理解讲，即个姻缘应该是不可能搁行落去安尼，所以后壁迄个画面搁较水以外，无要带伊翕落来安尼。我感觉讲，像阿玲有讲过，就是讲写行为甲动作嘛，毋是讲因咧讲诶话，这是更加要紧，搁会当表达迄个心情就写。我是威良，大家平安。我住伫美国，这篇故事嘛真趣味是，我感觉是感觉一个迄个爱情的一个试验啦。咱看这个女主角连弟啊，敢若是无啥物意识，就学足侪物件。但是伊有一项，我感觉伊就是有真有意识伫咧找伊有适合的红某安尼。像是讲，伊就知影讲，虽然伊甲一个翕相师虽然是有迄个。感情，但是伊都无法度信靠伊因为伊连提亲都毋敢去提亲所以我感觉讲伊嘛是毋是凊彩咧找人虽然讲这社会阶层无讲真下，因为伊是好野人的查某囝嘛，这个翕相师是较无较好野，但是伊在意的是伊法度信靠所以我感觉这个女主角真有家己的想法，袂去自由自由恋爱，毋是迄种自由恋爱安尼啦。其实来看这婚姻这个部分嘛是咱
迄结婚选对象诶时阵，咱嘛无一定讲头一摆找到会找上好诶，也是讲上合适诶啊。啊，你咧找过程嘛是敢若伫咧找家己即个个性安尼，有啥物人较合咱？啊，咱拄着即个状况，咱会拒绝无，还是袂拒绝？迄嘛是咧找家己诶一个过程啊。我想诶是安尼。好啊，阿林平安哦。我讲这篇第一篇我真足介意，就是因为伊完全是用一个囡仔人的角度去讲，去写这个故事啊。我嘛是有就是哪像我嘛是家己变做一个3岁囡仔，还是用迄个2岁囡仔在读这篇。一个翕相师傅对一个囡仔来讲，就是哪像一个魔术师，人的生命会对时间变老去，毋过翕相师傅就是魔术师会当甲伊的年岁、伊的少年。记录伫迄张纸顶悬，安尼。毋过即种类似了啊，亲像一种崇拜。毋过伊对伊去做事诶时阵，伊就看到即个魔术师嘛，毋是啥物神秘诶人物，伊嘛是一个普通人。伊嘛会艰苦伊诶受伤，伊嘛会去介意着别人诶查某，伊嘛会无打，啊嘛会互人放杀。啊，落尾手就是规个这就艰苦啊，规气就家己转去啊，家己放伫遐。我感觉这就是足趣味。啊，等下读了就新鲜啊，而且落尾手咱读到后壁就是感觉讲哇，真正这个囡仔人上趁。伊对这迄种师傅做代志有摕到钱，有摕到所费，啊，而且佫有食到7支，真罕得有诶，伫伊诶世界罕得有诶迄个鸡仔兵。啊，真正规个迄出就上趁就是伊冒死啊！我感觉讲，若像我会想起讲，我若是迄个囡仔，我所得到诶，敢会当分一寡互迄种师傅，啊，互伊较欢喜，莫遐艰苦。拍婚的故事这部小说我真爱，因为我常常读吼，那感觉讲啊。作者哪会知影我捌安尼想咧？吼，就是写到我的心肝咽仔去吼。啊，这篇上尾拍吼，就是真好诶咧。就是迄个囡仔，就是拄则讲迄鸡仔兵吼，一捆食7支，啊，裤底啊搁加1箍，啊欢喜加。我细汉诶时吼，因为阮兜兄弟姊妹较济，啊，阮兜食物件拢是爱用配给诶，汉底有讲免配给啊，食较痛。所以我有几粒糖啊，我拢算甲真清楚。啊，有一摆，阮老爸伊学生伫咧台东种色屉啊，大出送一箱色屉来，因为色屉色都是共时阵就拢色啊。啊，阮母就叫阮赶紧食，就是食较痛。啊，我即马要60岁啊，我即件代志还阁记啊真清楚。所以我读到这篇的上尾拍，我读到就起爱笑。阿真先甲这善巧囡仔心理，吼，对这数字真敏感、真耀眼的心理，啊，佮有讲爱食物件，食到腹肚疼、落屎嘛要食，迄种欢喜拢写出来。啊，我相信这种幼乐的心情，就是你爱有这款经验的人才写会出来。另外就是咱伫这篇嘛，通看到讲大人看待囡仔的方式，以前甲即嘛。真正是差大尾吼！故事内面，这囡仔人伊还未读国校，啊，了师傅就带伊出去做助手，甲当做大人来小解。啊，婚仔社嘛对这囡仔讲失敬哦，啊，招待伊食糖仔饼。咱想看卖，即马大人若是请囡仔食糖仔饼，会安怎讲？吼，爸面是讲啊，你要不要吃糖糖？哦，叫一个囡仔声，啊，佮用塔字，甲囡仔当做红个啊。对无？另外一个所在就是这翕相师傅，伊甲这囡仔去做了的路里，啊，翕相师傅看风景水就停落来翕相，啊，囡仔就感觉讲，这大自然风景有啥物特别的？为啥物要翕？阮母啊吼，就甲这个囡仔共款，吼，阮母啊伊甲朋友四个去佚佗，啊，大家即马拢手机啊啥的拢四个翕相，啊，阮母啊伊拢无翕，伊讲，山就是山啊，水就是水啊，花就是花啊，有啥物好翕的？所以故事内面这个囡仔吼，我感觉甲阮母会使做好朋友。我嘛简单分享一个，就是我看到的，这翕相师傅伫咧翕相的时阵做甲讲笑，啊，连伫是为安尼怎啊感觉这真趣味吼，想要甲伊做伙安尼，做伙了感觉私底下敢若也无遐尔啊趣味，拢袂讲笑安尼吼。所以有当行业嘛是一种的
人讲江湖一点决，讲破无价值，是毋是嘛有这个意思啊呢？好，咱感谢四位读册伴分享因对这篇故事的感想。接落来，咱来听作者闵人生的回应。对啦，我就是为这个观点开始写，因为迄种的人吼，要好笑容，我就爱讲笑话啦。所以学才的是师傅会甲你讲几个笑话，互学起来安尼啦。啊，无连伫别伊看迄种咧讲笑话是讲这做新鲜的，啊对伊反应，啊尾也讲做伙了后嘛去食茶通常感觉无遐新鲜啊安尼，主题是安尼啦。啊，这个地点有时咱是炖了，你知影？炖了就溪州啦，那就是50年之争啦。好，感谢闵人生。接落来是咱问问题时间，咱请读册伴分别来请教闵人生的问题。拄则有讲到，写实际的景来描述一个人伊的心境的即个部分。我想要甲翕相师傅吼，伊有决定要来即个画面留落来，遐个问个较有路的，就是讲因为即只乌手伊搁伫牛放屎，乌手甲牛吼是咧暗示啥物？就是我大概会当知影讲，这是当然是可能就是咧讲翕相师傅的心情嘛。毋过是安怎？迄个翕相师傅伊会感觉，伊是感觉连伫咧来欺负，还是讲伊是自比自叹，伊感觉伊配连伫袂得过，所以伊感觉社会无公平，所以敢若即个翕相师傅就感觉规个社会拢咧来欺负，还是安怎？敢会当请阿玲甲阮开破一下？基本上吼，就是安尼啦。因为人资就较条件啊，我出趁伊因阿兄说伫日本转来，是讲建议也袂讲请来翕相，甲趁着机会啊，互伊来讲啊。啊，这翕相就感觉家己咱真诶无才调啊，家己咱无啥物无才调啦。啊，迄个原来人资原来要互家己讲自然而退啦，免去怪伊安怎啦。我有摕啊咧铺路啊，啊你无做。我是毋是慢慢来不抱歉啊，对无？啊，你内面我真侪描写因兜吼，后生创啥，查某仔创啥，因兜几个人我写作顺势，迄种诶人迄正头有无？我写啊作顺势，就是讲伊诶专业是啥有无？迄种专业，啊，这嘛翕相诶是，迄种足够呢。你我翕相规咱专业上，翕相拢知影啥物人徛无好势，啊，倒伊迄后生乱球哦。我就受这个，我毋知，我毋知我也袂来遮侪翕相诶人。我一个简单诶问题，就是要问讲，尾啊，讲迄个囡仔食真侪饼啊，闹屎，啊，是毋是一个暗示讲吼，这虽然恋爱啊无成功，共款会闹屎迄种感受，是毋是就是爱家己担心命呢？即个暗示无安尼，即个食闹屎诶代志。无啦，这看这个故事吼，因是咧甲树仔骹才甲讲诶呢。迄个翕相走啊，啊连只讲我听，伊可能是我一个囡仔听无啥，有在讲我听头先开诶。所以这个囡仔嘛听无因诶爱情诶啥物代志嘛听无啦。伊就是安尼，敢若伊讲诶就写出来尔，啊所以袂讲为诶代志，有啥物烦恼啦。啊你嘛无当因兜啊，讲连地传转诶啊，伊就做梦啊嘛。我诶头啊。是安怎伊会来？这个先甲咱套啊，对无？先咱出来翕相啊，啊目的是啥？啊当然无机会啊，过来跟笑，过来聊啊遮有无？叫困啊，就企喺边啊度，啊正啊，伊走了后，连字咧讲好听有无？啊，所以这个叫纯粹是一个讲故事诶人尔啦。伊家己迄个爱欢喜诶是讲，我逐个即支啊，按豆机啊边。较早毋知红豆诶呢，我买互伊1箍，我无做等哦，人我1箍呢，去做票，人我1箍呢，伊咧等诶就是这啦，我1箍呢，这重要，比个重要就是我1箍啦，剩下证书无重要啦，迄囡仔就是安尼啊，虽然大家老做，但是咧，我1箍呢，迄种啊都无看到倒等下，你也无去加变啊害我。
我感觉我读这篇以后，我真正是感觉哪像倒转去囡仔时哦，迄种感觉啊。其实我真正嘛无啥物问题，像囡仔就是读到这篇真正起爱笑，嘿，足欢喜啊！嘿，我感觉阿仁就是会当写甲好一个已经超过18岁成年的人，还佫会当去感受到迄种做囡仔的迄种心情，真正是我感觉足新鲜。这篇吼，迄分仔写伊栽培伊3个后生去日本读册啊，未来毋是医生就是做律师。啊，这篇就讲2个后生已经做医生啊，第2个后生佫娶一个日本某。我感觉这款家庭哦，这款背景较像1920年代，还是讲30年代的台湾。我是感觉讲毋是战后的台湾，因为中国国民党伊是甲日本当做元首人吼，要甲台湾去日本化，这是国民党真重要的政策。啊，战后的台湾，若是讲较有的人因栽培囡仔，应该是去美国，啊，毋是去日本。我这款想法，我想要知影阿仁先的意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2个问题就是讲，迄7支机仔兵，7支机仔兵哪会袂扬起啊？啊是讲以前机仔兵通冻较久，袂讲一困都拢扬起。对，多谢。咱讲乌叶包咧啊，迄乌叶啦，机仔兵拢迄乌叶包咧，迄款会保嘿啦。啊，过来你讲个问题因为去美国留学是应该是1960年以后代志啦。较早去美国个人坐船坐几年、几个月、几年，你敢知？去日本几工就够啊。较早当然无咧留美啊，留美是阮这个时代较济呢，无要出国留学拢嘛坐船啊，不能去无发达啊，交通问题啊。你讲迄个去留这个，阮迄增加所在。国民党若有听伊话，就互继续；若无听伊话，就甲处理掉处理财产啊。若毋是政治问题，对无？要统治你尔。政治气氛是安尼啦。台湾人就留学日本管治啊。尾也开始到50年代有无人机啊，有无？毋才开始留美。我就是空啊，无去留这所去留美就空啊。我若知影我嘛，去留这个尔。我是想讲，战后去，就是讲去日本留学，应该是毋是应该就较减？就是讲你写这旁的故事，背景是伫咧战后50年代、60年代的台湾。毋过迄时要去留学，应该是去美国，毋是去日本，是毋是安尼？若要美国留学，学历较悬啊。迄个1:40的迄个经济嘛，真减，美金是1:40啊。钱额嘛真悬啊！你若无奖学金嘛，无可能啊。日本变得较优先啊！咱台湾人欠台湾人，台湾人要去落较简单啊！嘛较好找啊。语言嘛较有吧？语言是毋是嘛是一个？语言嘛都大问题啦，嘿啊！本来有真侪人日本就了会晓啊啦，你就了会晓啊。我就啊日本因有操作囡仔是就去美国啊留学啊。好，感谢今仔日4位读册伴甲咱民生的精彩交流。上尾咱邀请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这翕相师傅加这个另外一篇字言吼，伊拢是书写同款迄个所在准了啊吼，加。有部分同款的这个人物啦，另外一个故事就对啊。有时读者伊的故事会有这款安排啦，就是讲伊写无共篇结果一篇的主角可能是迄篇的配角可能有无共款的这种时代还是讲无共款的这个观点去写共款迄个所在的人的一寡状况啦我感觉翕相师傅遮，我嘛是感觉有一个故写了，甲一个技巧甲趣味伊写讲，翕相就是要甲人对物件记忆保存伫纸顶，
当然这是当初古早时代，你还用迄个这个相纸吼，咱即摆看吼，就讲是纸面的吼。当然即摆时代无共啊，拢改做是用手机啊啦、电脑档案啦吼，这个方式。毋过透过这个翕相师傅伊甲准疗啊分啊下的千金吼，这个连枝吼，会使讲是另外一段啦吼，去甲伊表达出来吼。当然一方面是嘛共款有咧写这个千金小姐伊的恋爱故吼的一个部分。毋过我感觉这篇真古锥的是讲囡仔的角度去看这个大人的恋爱故的这款角度，所以有真侪这个看法其实是算作透过囡仔去看，透过囡仔去看，这嘛是作者有伫其他小说有捌用安尼角度啦，就是讲毋是用大人的角度，是用囡仔的角度。这我感觉困难的吼，当然这是在人的设定，毋过就是讲，那咱已经毋是迄个岁啊，咱要去假设讲，我是用迄个岁，迄个囡仔去看大人之间的代志，安尼到底要哪准则，要哪掠讲我的开口、我的观念、我的想法、我的角度，到底敢真正是会当真囡仔性，还是讲是有无一种天真趣味的迄个物件？其实这对已经是较侪岁的作者来讲，无介简单啦。我感觉，当然嘛有可能这作者伊还阁是虽然讲已经是侪岁写，毋过伊的心内永远有一个查某囡仔住伫伊的心内，所以这是一个介趣味的就讲用囡仔的角度去看，所以这价值观个可能甲其他大人差真济啦当然伊这个因为是有关系的，无共作品有关系的，所以伊的这个内面出现的人物有部分会甲款啦，这篇嘛是迄个变数出现一时啊啦介趣味的就是讲以囡仔来讲，可能囡仔无一定看有讲大人咧创啥所以到落尾就是伊的想法，结果安怎对伊来讲无介要紧，不过伊会去看到讲，佮检查即个囡仔的目睭去看到的，嘛是算一个补充啦，因为大人之间的恩怨怨啦、爱啦、恨啦、野生啦、哥哥甜啊啥，对囡仔来讲是一种可能无介重要物件。伊到落尾重要的是，伊虽然无定，毋过伊甲讲出来，因为伊著看到啥，所以伊甲讲出来。毋过到落尾，作者对即个头尾的处理讲实在拢介有技巧性。伊的头段是啥，伊的尾段是啥，伊拢介注重所以到落尾是囡仔食饼食到腹肚疼这嘛是一个足趣味，就是用囡仔角度去看，要安怎开头开始甲解说，这毋是真简单的有法度去写出来这嘛是真互人钦佩的这个其中一篇作品暖暖专门去，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广播剧故事内面有讲到都市颂甲声哨这两句台语词。节目线里，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歌册学会理事长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解说这几句台语词的意思。都市颂，咱知影捌听过庄脚颂，庄脚来的，逐项代志拢毋捌，安尼叫做庄脚颂。若都市颂是咧讲住伫都市，毋捌汉室来用砖建设无看即款人叫做都市颂。讲到都市颂，我捌带台北囡仔。台北的囡仔来阮兜住，甲因老母去坡仔骹
坡仔骹咱知影，要去坡仔骹，较早拢是迄个牛车路，两边拢是甘蔗园，结果这个甘蔗园，这个台北爽的都市爽，讲嘉南冰原就是嘉南冰原，嘉南冰原的稻啊也大丛，声哨，咱另外一种讲法叫做开口。这首《故乡的田园》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芳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草台语社三个读册会合作节目制播。专门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营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李岩》，欢迎准时收听。敢要照到阮故乡的田园。